这整张专辑最厉害的是有10几个小朋友一起唱，然后那个整个工作过程是非常非常很厉害的工作。这小朋友，因为他们还是得把它记下来，然后全部都写 bopomofo， 然后每一次就练习一点，练习一点，练习一点。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过程。我们从一开始呢，先做了8周的跟儿童玩耍的工作坊。那个8周其实就是儿童很小哦，就是有学龄前的小孩，就是想跟他们，因为我们都忘记自己是儿童的样子，早就都忘了。然后跟他们工作坊的过程，就是看他们是如何简单容易就得到快乐这样。然后后来就在这个工作坊之前，我们先做了3周的达爱老师先讲故事给我们大人听，大人听一听以后跟小朋友做工作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找一些有兴趣的写曲的朋友们一起来试着把曲写出来。然后在那个时候，达爱老师的歌词就几乎已经完成到80%了。然后之后就是大家写，就写成刚刚听到的样子。好，童谣的部分我就先唱到这里，因为其他首其他的我为什么不唱我也不知道。啊？不要唱完了。专辑的时候保留一下吗？那接下来因为要配合这个乐器，我来唱一首配合这个厉害的乐器。